哥林多前書第12章，兄弟姊妹啊，關係聖靈嘅恩賜，我希望你哋會明白。你哋頭擺信異教嘅事，常常受迷惑，行到岔路去，受嗰度無生命嘅偶像學子。我老你哋講，每一個本上帝嘅靈感動嘅人，一天唔會講耶穌應該受咒詛。同樣，那唔係聖靈感動，也無人能承認耶穌係主。恩賜有千多種，總係受恩賜嘅係同一位聖靈；侍奉有千多種，總係所侍奉嘅係同一位主；工作有千多種，總係在萬民中間本萬事運行嘅係同一位上帝。聖靈顯明在大家身上嘅方式，雖然無同樣，總係目的係同樣，係愛本大家得到利益。聖靈屬兩人智慧嘅信息，總係同一位聖靈屬另外一個人知識嘅信息，同一位聖靈屬兩個人信心，屬另外一個人醫病嘅能力，同一位聖靈屬本兩個人行神蹟嘅能力，本另外一個人傳上帝道理嘅恩賜。有人得到分配眾靈嘅能力，有人會講屬靈嘅語言，也有人會解釋屬靈嘅語言。總係這一切係同一位獨一嘅聖靈所運行，就自家嘅旨意所本達成嘅。人只有一個身體，總係有千多肢體，肢體雖然千多，還係一個身體。基督嘅身體也係像一樣，唔單像一樣。我哋無論係猶太人，也係外邦人，係做奴隸嘅，也係自由人，全部已經通過同一位聖靈來兩洗禮，成做一個身體，共下享受同一位聖靈。身體唔係只有一個肢體，還係有千多肢體。那係腳講，我唔係手，所以我無屬身體，而唔會因為這樣就無屬身體。那係耳講講，我唔係目珠，所以我無屬身體，佢也唔會因為這樣就無屬身體。那係鬼神同體係目珠，怎樣辦湯呢？那係鬼神同體係耳講，怎樣辦屁呢？總係上帝就自家嘅旨意，將嗰度無同樣嘅肢體全部安在人嘅身上。那係鬼神嘅肢體全部同樣。樣辦做得算做身體呢？事實上，肢體有千多，身體只有一個，所以目珠做唔得對手講，我無需要你；頭腦也做唔得對腳講，我無需要你。顛倒身上嗰度像係看軟弱嘅肢體，還卡係做唔得缺少嘅。我哋嘅身體嗰度看來無按重要嘅部分。反轉得到愛到特別嘅照顧，嗰度無體面嘅部分，反轉得到愛到嘅關心，嗰度較好看嘅部分就無需要打扮。上帝就係這樣安排愛到嘅身體，本嗰度較細嘅肢體，反轉有較大嘅功用。佢嘅目的係愛本身體唔會分裂，各肢體反轉會互相照顧。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嘅肢體就相共受苦；一個肢體得功用，所有嘅肢體就相共快樂。而就係基督嘅身體，每一個人係身體嘅肢體。在教會地位，上帝所安排嘅，第一係使徒，第二係先知，第三係教師，接下去係行神蹟嘅，有醫病恩賜嘅。還有幫助人嘅、管理事務嘅，並講屬靈語言嘅，唔係大家全部做使徒、做先知，也係做教師，也唔係全部有能力行神蹟、醫病、講屬靈嘅語言，也係解釋屬靈嘅語言。雖然係這樣，你都要迫切追求嗰度較重要嘅恩賜，接下去。我要指示你哋至善嘅道路，